各兄弟平安。咱实在是每次拢爱感谢吼，但是吼，我即马因为要讲的就是我转去台湾的代志，差不多我3礼拜外久伫台湾，我讲遐个代志安尼，我家己感恩，甲大家分享安尼吼。因为即摆的机会吼，阮有甲我的兄弟姊妹算去游台对啦，我感谢就是讲，我去到台湾的上界。南边的迄点，搁踅到上台湾的上顶头的迄点，这叫做富贵角。是在看迄台湾的风景因为阮咧车的时候，迄南部的你也看，水拢青甲迄就是太平洋迄边嘛足水迄台湾的迄个风景你看迄个海岸安尼圆的，你每一边看一个弧度足圆迄个角安尼你咧走的时候看，实在是感谢讲上帝咱的故乡实在是太水了阮后去，因为我甲阮姐姐讲要去看迄个鱼王头，因为我前差不多，迄毋知足偌久无去看过因为听讲迄红军就要倒去，有迄个机会搁去看迄个上帝的，嘛拢上帝创造，是咱安尼真正有一个角度甲看去。就是一个迄个女王头安尼迄实在是足水安尼搁阮有即摆安尼看讲台湾的即个啥海，咱的即个海的迄个上帝赏赐互咱的迄个海鲜，实在是足济迄个鱼仔类拢毋捌看过安尼咱伫遮无可能通食迄个海鲜嘛，这拢是活的，咱感谢上帝讲，咱有出世伫迄个干遐。丰富遐水的做这是我看好的一面啦歹我不爱讲第二点就是讲，我有即摆有机会去迄个啥台湾国家音乐厅去听迄个佛摩萨的迄个合唱团唱歌。迄时阵讲，咱较早有当想讲台湾拢总安尼无好啦，美国才想啦，即摆去看咱台湾咧起来足水咱就拢出国无迄个机会通去看一个国家音乐厅即个合唱团，大部分的拢是迄个教会的组织的起来但是，互一寡遐无信的，我咧问迄个，讲甲遮遐幼稚的合唱团的，安尼几啊百，迄讲嘛是几百个安尼，迄敢拢教会的囡仔，讲毋是，迄拢一寡无。毋是理性者对啦，因来参加即个合唱团，迄嘛是一个机会通传即个福音的代志这嘛是爱感谢的第二项我即摆转去有去2间教会第一间就是新店教会，新店教会已经140几年，我实在是因起甲足水阮去的时阵，伊甲你欢迎唱迄款欢迎的歌，搁一个小礼物送安尼。我讲咱教会嘛，就爱有看，咱就欢迎拍拍拍就煞人伊甲伊唱歌我第一摆去有间食迄个中餐，因的中餐就是碗算因的碗拢到位，像我咧食迄个大家拢客伊你食饱了，大家以后一个水倒大家你家己去洗迄碗，洗伊才烘干机甲烘落后礼拜才要大家去食我毋知因搁去一间教会是无啦，因为你普通教会拢是落课尔，咱就伊就转去嘛对。所以讲，因为台湾渐渐有即个大家伫遐食迄个中餐的看到一个人，就是赵定兄的孙伊甲我讲赵定，伊爱叫赵定兄叫阿舅。我毋知赵定兄你知，讲伊是爱伫新店教会，迄就是伊爱叫伊阿舅安尼第二间教会我就是转去阮的迄个我细汉长大的教会宝岛教会伊顶年庆祝90周年这拢比咱教会差不多叫拢加咱教会足侪年对迄个阮即个教会就是伫
1923年吼，因阮报道是迄阵啊，日本是较早叫做郡啦吼，郡，迄就算不一大吼，啊伊就是报道郡守啦吼，因日本人哦叫做十渡英吉长老吼，啊伊甲阮报道的一寡乡绅吼，啊逐个伫遐商议，啊才伫7月12日，王瓦牧师吼开设迄间报道教会吼。啊，真心实，伊咧消息甲恁分享者尔，讲1936年4月吼，宋尚杰牧师吼，托师吼来台中柳园教会吼报道，啊，阮牧师带13个信徒去吼，啊，有领7支的报道机啊吼，了后因每礼拜吼拢爱去农村报道。啊！你若咧甲读哦，伊迄读迄，当拢求道的足侪来吼，啊，佫有幼小安尼吼，伊若看伊迄个记录吼，安足新鲜吼。啊，迄阵啊，要带讲纳妾吼，互禁，袂使，教会会使去禁吼。啊，收圣餐几年就爱禁起来，吼。啊，后尾做较无好禁圣餐。哦，啊，你若看初期的教会，甲即摆咱的教会吼。实在是差太多了吼，你这互咱一个反省，讲初期教会吼。啊，佫第三项就是上奇妙吼。要安怎讲？我转去的时阵，就随卡互明姐遐妈妈啦，就甲问请安就对。啊，我就讲，哦，因妈妈迄较足远啊，大概要去吼，安尼足久啊。因为我即马佫踮伫新店吼，啊要去敢若捷运就差不多1点钟，啊，就佫入去遐安尼吼。所以我是讲啊，我用电话先解联络，我无迄个啊无，若有闲无闲我无按。结果有一日我伫捷运入去，捷运停啊，一个人，知道无？邱松姐啦，我也无甲伊用呢吼。啊，伫台湾的捷运顶头，我看到邱松姐，我迄无鬼，我直直就伊坐迄条。我两才讲，伊讲啊，有比这后转来，啊，因约要拄好迄日，敢若拜五是啥个？伊讲约拜六要去看，迎亲节。我讲安尼即声我无去袂使者，因为我迄个拜六有代志，我讲安尼我就一定爱去。啊，迄个早我8点我就爱坐车出去，因为阮爱7点钟去到淡水，因要约伫遐伫迄个淡水捷运遐时。啊，接受到我去，伊本来代志，阮拢会当吼，就做伙去啊，玉米节、寿松节，啊，甲即个礼青节，伊为台伊高雄起来安尼，吼，啊，伊才佫有朋友去，阮坐迄班，敢若是9点半迄班入去，啊，去看着礼青节啊，实在是足，我较早看伊的时阵是伫台大看着伊，啊，已经佫几摆无看着伊，伊我有较细力去吼，啊，伊看到阮嘛足欢喜，啊，逐个伫遐，我较紧吼，敢若差不多半点钟，因为若是迄个车你若无坐，你来甲下昼去啊，啊，阮下昼有代志，所以阮伫遐敢若逐个讲话了，我有带逐个祈祷安尼，啊，阮就较紧佫伊迄帮紧佫做安尼吼。我讲这实在是足奇怪，恁若逐个听了讲，啥我也无甲邱松约，啊，佫伫遐拄着伊吼，这实在是上帝的安排吼，安尼我感谢。安尼我有去看到迎亲节，啊，第4个我爱感谢是讲，志明兄，我甲要出来前一天，才有时间去看志明啊。我本来还佫想讲，伊是伫即个网咖病院，毋是，我甲早我有先卡，我本来想讲啊，我就走来网咖病院看就好啊嘛，因为我免联络收费者。啊，我有人卡，伊才讲啊，伊即摆已经无伫网咖病院，伊转去伫厝。吼，啊，伊依山有人车来甲载去做复健，安尼尔。啊，伊讲，安尼你吼，明仔载伊拄爱去即个做振兴医院，伫即个捷运站拄伫明德站下车，吼，我天母迄边。哦，我就安尼约，我就知影讲，啊，我若捷运到，我就当坐捷运去。啊，伊讲佫有接驳车，啊，即个台湾足捌的，阮两个拢无塞车，啊，但是。拢会当做代志，你伫美国你无塞车，你要做啥物代志？阮坐捷运到的时阵出来问，接驳车拄伫啊，啊，阮是坐接驳车去，
去到即个振兴医院吼，啊，内底伊迄病院吼，伊迄个复健的所在，哇，迄行足久甲到啊，啊，迄入去吼，是差不多一间差不多像咱的礼拜天遐遮大间吼，啊，内底伊迄有咧机器安足济，啊，拢人医生就无几个嘛，啊，医生那像甲你讲教了，爱就去后壁的人教，啊，你就爱家己，若像有人甲你斗创，你才有法。啊，加在准明遐伊就请一个迄个印尼外劳吼，迄个查囡仔吼，足大块啊，足用伊的工好，因手几节足瘦，无法度通来创，啊，伊就是讲，你要像讲坐轮椅，就爱甲你压起来，来坐到迄个桌安尼嘛。啊，伫遐准明啊，伊咧甲教了，就甲创这个，啊，准明啊，拢伊看去的时阵吼，伊逐摆若看人，伊就安尼，敢若是足感动，安尼要喊安尼就对啦。伊手几节讲，伊读校拢知，你甲讲啥伊拢知。啊，伊家己来，伊若艰苦的时阵，伊就安尼摇头，伊歪做，伊迄疼，伊就安尼摇安尼。啊，伊拄阮去的时阵，拄啊，伊一个因的亲戚，拄啊是迄个整骨医师啊吼，去遐甲斗骨来创者安尼吼。啊，伊准明仔吼甲看，比我顶摆看吼较瘦。啊，手几日就烦恼讲伊哪会足瘦，这拢无教。啊，但是看伊的面色吼，真水，安尼像啊面色看你毋知伊是有啥，安尼真粉红安尼啊，我甲手几说讲。伊若安尼较瘦嘛是好，无你要家己啊，要家创吼，伊拢无。若是讲你若搁食甲足大块的时阵，上要人家己看起来，甲你创。哦，啊，阮伫遐安甲伊看，伊就搁咧，伊只咧倒来，伊等下搁隔壁人迄个嘛心就是倒来，互伊安尼会当直徛起来吼。伊咧等迄嘛是，啊，阮甲伊倒啊，了，我甲伊做倒了，阮算等我讲啊，一摆两摆，我讲我一定爱转来报告即个代志，互大家听吼。因为拄啊，即个机会吼，我拄讲吼，讲因为我即届我是做关怀的，我若无去嘛袂使。我甲小平讲，我是关怀者，我无去就袂使，我一定爱去看即两个咱教的会议安尼。吼，啊，即种感谢上帝，讲因为安尼吼，我有甲讲，咱大家拢为因代祷吼，啊，咱继续为因代祷，因为迄个恢复吼。看这么样恢复是真无真紧，安尼你迄个恢复真难，吼，好，多谢。感謝，那我這個最後請 Amy。